新台市来看，国道1号南下14个山架，昨暗又搁放山路，南下5道到14主线7公里到10公里的路段全部封路，所以今仔早起上班时间，车龙改驶国道3号。对于家人的基金交流道是贴甲实际的系统，时速无到10公里，真害哦。代替今仔早起嘛，赶紧来加开2台区间车，疏解人潮。国道1号路南石子路段边坡搁放起，高公局甲5道路南专线封起来，直接冲击上班上课尖峰的时间。国道1号5道交流道出现济车阵，尤其是国道1号8道路南大华系统塞车是塞甲，时速无到10公里，互通勤的人是骂讲，家人到台北塞车竟然爱塞2点多钟。我们是认为它是稳定的，所以没有装监测系统。但是因为由于地震的关系，那造成有一些裂缝产生，那又连日的大雨，所以说它的含水量增加，才变成不稳定的状态，才这样滑落下来。是希望在明天早上6点，这个大家所站的这个内线的车道先行通车，然后在这个外侧的车道当做施工变道，以及跟边坡的一个缓冲区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会不会有第3次的崩塌的情形高公局讲，因为最近地动，加上连续几日天落雨，才会致使国道边坡的土马变甲较无稳定。有关修理好势会当通车的日期，高公局勘测了后才会当按算。不过强调讲一定会赶紧修理。另外，伫新北石子嘛一路踏到家人百福社区，互通勤上班族头壳是摸咧烧。为着消透上班人阵甲车阵，代替紧急加开2架900型区间车，往回家人到树林，后民众会当搭代替来通勤。误点就是抓刚好上班时间，误点就会影响到。它有一些应急变化的话，我想应该不至于会造成大家太多的影响。目前高公局有加派卡手甲机具，要赶紧修理放弃的路段。不过国道1号路南石子路段即嘛是封起来，车流全部拢跃入去国道3号。在还未修理好势进前，往回家人甲上北的通勤的人，就要较早出门咧，才袂踏伫咧高速公路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仔增加29922例本土病例，有81个人死亡。指挥中心嘛，搁再针对昨宣布讲要缩短确诊者隔离时间的规定来做详细的说明。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讲是为着要销库存，无搁要买 BNT 新配方的疫苗，互囡仔做，指挥中心冇解释。本土病例有29922例。境外移入部分有55例，那死亡个案有81例。11月7号之后，我们会实施的是7+N，那主要就是隔离7天后，那你不管你的快筛是阳性或阴性，那都可以自动解隔离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只要有1天这个快筛是阴性的话，那自主健康管理这个就可以解除了快筛阳性或阴性，那事实上也都可以外出11月14号的之后就改成方案就变5+N所以只是改变的是这个隔离的天数变成5天BNT 目前还没有送件有关5到11岁的次世代疫苗给我们所以要审查部分这还需要一些时间。那至于莫德纳的6到11岁，事实上已经都把全部的文件需要 UA 的审查的文件都已经送给食药署了疫情等候指挥中心宣布讲，11月14开始，确诊只需要隔离5天也毋过有专地当出门，也毋过专家是烦恼讲，若是第6天快筛是阳性，就出门，嘛是阁有烧话的风险，所以建议民众继续甲嘴暗挂好，嘛爱常常洗手，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新冠本土疫情等候，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14开始，确诊只要隔离5天了后，就会当出门。针对这点，有专家表示，确诊隔离的时间为7天缩短到5天，会当互有工作能力甲需求的人提早返去到工课场。整体来看是好处多过歹处，因为若是去挖到新冠病毒，一般拢是初期迄几天病毒量会上济。不过每一个人病毒量降低的时间无共款，第6天快筛若是阳性，要是出门，社区要是有一定的风险。第5天到第7天呢，可能会再多放个5%的人。他出来社区活动的时候，他可能还有点病毒，所以这个就是要搭配。第一个，他还是尽量要戴口罩。另外，莫德纳 BA.1次世代疫苗刚开始咧做，有专家质疑讲，
食药署已经核准通过进口莫德纳甲 BNT BA.5次世代疫苗，予12岁以上的青少年甲大人来使用。不过，指挥中心若像是为着要消化当初买的2000万剂莫德纳疫苗，无要搁买 BNT 次世代疫苗，恐惊予12岁以下囡仔无次世代疫苗通好注。你这个5到6岁就一个年龄层，这个是小众，可能跟选票没有关系啊，忽略掉。那你买个1万剂、买个2万剂给他也可以，让他打了嘛。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在目前这个政策下的第一批的2代疫苗的一个受害者。王金平强调讲 ，BNT BA.5次世代疫苗当伫后面申请 EUA， 真紧就会修正到5岁以上的囡仔使用。不过莫德纳是6岁以上才会当注，所以呼吁政府应该买 BNT 次世代疫苗，让这阵弱势囡仔来注。那指挥中心是表示，莫德纳 BA.5疫苗上紧伫这个月初会送到位，11月底开放予民众来注。到时看民众注射的情形，会随时调整疫苗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对抗中共威胁，咱的国军目前是有444粒爱国者3型飞弹，伫北中南拢有飞弹基地。美国之前是无同意讲会当伫台湾进行实弹的试射，也毋过空军表示讲只要保防工作做了好，美方已经同意讲飞弹是会当伫咱国内试射，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前空军副司令张恩定就指出讲，咱的国军要派人去美国试射飞弹，成本就爱上亿。未来若是讲会当伫台湾试射，成本应该会当升真济。中共8月围台军演，国军出动爱国者3型飞弹，透过雷达的追踪、仪器关度的戒备，爱3飞弹会当来反制弹道飞弹，哪早距离是35公里，哪早关度20公里。目前国军有444粒爱3飞弹，部署伫个规台湾的北平、中平，还有南平。不而过，美方烦恼讲中共会窃取飞弹的参数，无同意讲伫个台湾来发射飞弹。现在有重大的突破。这个爱3飞弹我们在国内试射，还是在国外试射？我们还跑到夏威夷去哈。有些是我们国内外交流的项目，有些也在国内有做过，在国内试射了，有了。所以这个是在是我们做好相关的这个保防措施之后，这个是可以在国内试射的。中共飞弹的威胁会使讲是一日一日深。空军有证实讲，美方头一遍同意讲爱3飞弹会当伫台湾来试行试射，安尼互看作是台美军演合作重要的里程。前空军司令张延定伊讲，国军捌伫美国试射2遍爱3飞弹，一撮是派30个人去美国验证爱3飞弹的接种能力。一粒爱3飞弹，伊的成本都要上亿。若是会当顺利伫台湾来试射，安尼会当来降低成本，提升实战的能力。模拟中共的东风系列的弹道飞弹过来引起，我们什么时候时机刚好发射这个爱3飞弹去拦截，然后摧毁目标，你刚好整个做个配套措施嘛。它的拦截线、它的弹道线，最后面它的摧毁点在什么位置，可以算得非常的清楚。这个电子侦察机，还有就是它船舰的这企图收取这些参数的话，我想国军可以有效应对，也就是借由这个监控，还有就是驱离的方法，来把这个中共基建驱离到这个就是它可以征收参数的这个范围之外。也若美方因真关心飞弹的参数会去互人提起，苏志芬认为讲国军有能力来防防强军。另外，国军甲美国采购的精定型爱3飞弹，估计要伫个2025、2026年分批来交运。不过，目前还无得到报价书。对这件代志，空军表示讲，美方已经伫个行政定序顶悬来做审查。台美对这件代志有真关度的共识，会刷咧来召集甲做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欧洲、美国等29个国家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名的主席包瑞汉，伫7日带团来台湾访问，甲蔡英文总统、行政院长苏贞昌见面。外交部长吴钊燮今仔嘛颁外交奖章予包瑞汉。This democratic Taiwan, w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ant as a strong partner from left and progressive to conservative,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and will continue working together to achieve that goal. As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oppressive at home,
and aggressive abroad. Mr. Bütikofer has been a consistent voice against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and an unwavering support of Taiwan's vibrant democracy. 这个跨国联名诉求讲，中国必须要遵守国际规范。访问团的成员有来自德国、比利时、乌克兰等国家的国会议员，嘛会针对深化台欧的投资、高科技产业合作来做交流。再来看，为着对抗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联准会搁再宣布要升利息3码。咱国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仔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货币政策后续影响会慢慢出来。咱台湾后个月敢会嘛对升利息，是爱看理监事会议讨论的结果。美国联准会初二阁宣布起利息3码来对抗通货膨胀，这是美国今年3月份以来第6届起利息。联邦基金利率区间已经来到3.75%至4%，是2008年1月份以来上悬的。主席鲍尼伫会后记者会暗示讲，暂停起利息话要讲了伤早，市场预估联邦基金利率会升到5%以上。针对这点，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表示，货币政策的力头会慢慢出现。假设12月又升3码，那就又要加0.75啦。是，那就5其实也很快就到了啦。货币政策的一个作用力呢，它是会有一个时间的落后。是。那现在因为它累积到现在，你看看现在开始呢，虽然它的一个劳动市场呢，现在还是稍微有一点紧俏，不过呢，很多的产业都已经开始在下修了。面对联准会起利息面国相共，台湾中央银行12月份敢会搁一届第二起利息？杨金龙强调讲，要是爱交互理监事会议共同讨论来决定。然后联准会主席鲍尼鹰派谈话，互拜三美股由红翻乌，将场三大指数全面大落，嘛连带影响台股早盘以12985.55点开出，失守13000的关卡。伫电子、传统产业、金融拢落的情形之下，盘中上价要落到12905点。目前大盘也是呈现无稳定的走势，因若富国新山、台积电的股价同步走价，上价有到383.5块，期待面临10条大关的保卫战。Fed 宣布升息3码以后，那么纽约道琼股市跌下跌啊，500多点啊。然后纳斯达克跟我们汇成半导体组是跟我们是相对的比较高度连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所谓科技类股，大部分都下跌。11月的升息，或者可能未来12月的升息。所以我们会观察股市的整个的价量各方面的表现，在评估未来如果有需要，还会有进一步的措施。财政部长苏建荣嘛，搁一概话讲，个案基金目前还搁伫场内，会以法定会当动用的指额2000亿来去操作，嘛会密切关注市场的发展，伫适当的时机入场。记者综合报道。现任18届议员高敏惠、何淑芳、金钟玉，甲前议员杨宝清等11个人，被指控讲伫2000年到2004年，涉嫌甲议员的补助款转卖予民间团体来趁钱，因分别是被判6档到2档的有期徒，其中有10个议员今仔就爱被抓去关了。被判刑的议员今仔是去地检署报道。这件未预算收可比上的案件，涉案的议员人数是真多，嘛不分党派哦。当初是议员高敏惠甲朋友做伙开公司，向议员来提补助款，转让予民间团体来收可比上，金额是计共超过2000万。有11个议员拢被判刑，其中新北市的现任议员何淑芳、金钟玉今年嘛要竞选连任。新北市选委会会伫候选人名单公告进前，搁来审议因这2个人的资格。再来看嘉义市长无党籍的候选人黄少聪雄雄过往，中选会是依照选罢法的规定暂停嘉义市长的选举哦，必须要重新来公告登记甲抽号码。那司无法度伫2日投票日进前来完成这个程序，嘉义市长的选举恐惊要爱另外个安排时间来投票。今仔下晡中选会会开会来讨论。宣传车停伫路边无出动，原地咧拼选前的嘉义市长候选人，初三开始全部暂停活动。无党籍的嘉义市长候选人黄少聪，伫初期过身了后，按照选举罢免法，要暂停选举，重新办理公告、登记佮留号码。等待中选会决议，敢要共款11月2日来投票。民进党的候选人李俊义决定暂停所有的活动，争取连任的嘉义市长黄敏惠是呼吁讲，要考量选务的成本。已经宣布说，我今天先暂停选举，好，那接续我们
会全力来辅选我们的议员。社会成本这是难以估计的。第二个，选务的经费目前是欠缺的。若无法度伫2日进前完成相关的流程，市长的选举要单独举办，不过家己市民普遍无赞成。市长绑议员的选举，大家才会顺便投票，比较热门啦。免去开市政府的钱啦，迄钱要分予百姓是最好的。有人感觉投2届麻烦，有人烦恼有价市议员和里长的投票率。不过学者的看法无同，认为该时间冲击较大应该是市长的选举，因为时间久长可能有政党换人、新候选人加这等等的变数，颠倒是对市议员加里长的选举较无影响。里长的选举那个绵密度是很够的，有的里才1000多人什么的，所以这些里长会去把这个选期给绷紧，会去催票。那催票当然也牵涉到议员，因为议员跟里长都会有个联动。这是2007年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激励县市长以上的候选人，若死亡应该重新办选举的规定了后，头一届有县市长的候选人来过身去，中选会也要召开会议，确定敢是要同款11月2日来举行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无讲一个议员候选人罗秀杰有恶道的背景，嘛要犯着暴力特效、强害、伤害、绑票等罪哦，是扫恶的对象。宜兰县警察局昨下晡甲罗秀杰等12个人抓起来，嘛发现讲因厝里有毒品、枪支甲枪支，目前是搁在侦讯中。也毋过宜兰县的选委会是表示讲，罗秀杰是进前犯的案，并无违反选罢法内底规定的参选资格，所以会当继续参选。今日才拄好老连成立竞选总部，宜兰市西路议员候选人，选技术是田道明、太阳花伫宜兰地区的要角，互警方认为指名对象，因为涉嫌掠人讨销、恐吓处在、伤害、妨害自由等罪嫌，初日互警方以组织犯罪条例拘提带回侦讯。我们反贿选希望都不要买票西路候选人宣布参选了后，过去也捌参与民间发起的名誉救助活动，表明家己绝对袂毁选。也毋过侦办伊技术涉嫌以投资纠纷为由，对被害人暴力讨销、互逮捕。此案警方已经大动作带回12人侦讯，佮超出改造底枪、毒品甲跑车等物，甚至有疑似关被害人来搞人啊。也毋过伊的母亲有愿相信后生的清白。他孝顺啊，很孝顺对，不管是地院或地方法院、地方检察署都没有提供相关有选罢法26条不得担任候选人的这个条件啦。针对西路候选人，警方按怎要伫选前大动作侦办？案情细节是啥物？敢是有影响选情的纪律？检警还未说明。也毋过西路候选人的选举资格已经合法定期，无受影响。未来若顺利选调议员，也爱等待案件判决定案了后，才会由内政部依法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陈市长竞选总部昨公布一段影片，找疫苗贵宾者来帮高端疫苗背书。国民党的周万安是讲哦，这是正恶意的政治操作。陈市长团队嘛批评周万安是选择性的监督。另外，那也抛出来哦，分局的分局长甲立营的高层做伙食饭的相片。黄珊珊是批评讲，这是抹黑警官。台北市长郭文德嘛讲哦，若是单纯食饭，就唔免想济。台北市长选战剩无到1个月，那要继续伫高端期地攻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市长团队初日公布影片，找疫苗贵宾者替高端背书。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批评恶意政治操作，把压力转嫁到对疫苗过敏的民众，我觉得这是非常恶意的政治操作，也是对于台湾民众的善意软土生绝。对蒋万安当萧委。74%的排案针对单一部会，只锁定陈时中一人，这是中华民国立法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市长电影反过来批评蒋万安要选市长，无讲政策，颠倒针对疫情查联盟，无应该拄着议题就洗翻。另外，南亚议员齐卡心积极来学警分长王炳瑞甲民进党关系密切。也阁提出王炳瑞5月甲另下高层食饭的相片做证据，无党籍黄珊珊谴责污蔑高阶警官，台北市长郭文德也出来替伊讲话，讲若是只是食饭，就唔免过度联想。如果只有纯粹吃完，那哪有什么问题？是说这个吃完谁付的，或者是什么有
这个后面啊，这个是这样的，你有证据才可以讲话，没有证据你要讲什么？选前白热化，起步议题各随着赵少康拿白，新竹换台北的讲法，各引起讨论。对此，周万安回应，上早是国民党提出起步，也毋过家己会战到最后一刻。台北市长选举辩论会8日要登场，各候选人拼全力，准备辩论政见，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的奈米厂传出要伫龙潭科学园区设厂，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质疑讲这是选举的操作。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立委民进党候选人陈文平的陪同，是去龙潭科学园区视察。外界认为讲这是在消停陈文平。苏贞昌嘛批评张善政对政府的拍拼无够了解，嘛看袂得桃园愈来愈好。张善政先生可能是因为没有参与努力，所以不知头不知尾，也没有看到这几年政府的魄力和效力。我们龙潭科学园区整个土地的租用已经近饱和，政府会为厂商愿投资台湾，愿把先进制程技术留在台湾，做各种努力。苏贞昌是强调讲，伊上任以来已经核定7个科学园区新建佮扩建，嘛提出鼓励投资台湾的3大方案。目前已经有1条8000多亿的资金伫台湾投资，政府会先拍拼，甲这新先进制停的技术留伫台湾，这是台湾的国力，嘛是大家期待。再来看高雄高山区的中山国小校园，有一部分已经起运动中心了。今仔国民党的候选人郭志温是批评市政府校地利用拢是选举的考量，也毋过干基麦是强调讲，为着国民的健康，鼓励运动，运动中心的规划确实是愈来愈多。来到高雄高山区中山国小校区，未来伫操场以及边仔区域会起做全高雄第5座运动中心。除了跑道嘛有专龄体能训练场，以及羽球等室内运动设施，嘛逐步要规划做全市第1座1站式的专龄共用园区。我们有了这个共融式的运动中心，希望也让揪这个园区所有的民众，揪老揪少。不断动土的运动中心，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批评，真侪运动中心拢是用校校来改起的，只是为着要冲关着数量，是选举考量。那目前为止，陈市长所做的很多的运动中心都是改建，或者是用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学校的体育馆来做一些的增补，那跟市民所说的一个期待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要实实在在的做了哈。选举难免会有一些选举语言啦，哈，也不用太在意这种选举语言，我不会在意的。但是一做一做，把它做好。但今麦讲，伫咧伊补选的时阵，政见是全市要起10座运动中心，到即麦已经有14座规划设置当中。郭志温的批评，伊讲是选举的语言，袂想伤济，会甲家己的市政建设做好。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早起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将对假电视的争议直翻译报告。立委问讲，假电视董事会送予 NCC 的公文外流，这敢是 NCC 内部流出去的？注意弹药上是好啉，嘛强调讲，这案已经送政府单位的调查了。外界嘛质疑讲，假电视的资金来源，主委是表示讲，若是有中资，会请金管会来协助调查。进电视泄密，移送了几件？私下卖股，违反这个保留许可废止权的事项，请问这样是不是？立委陆续向 NCC 提出质疑，因为假电视未申请高达，发生换当干事、财务协议等争议讨论。董事会询问 NCC 公文，却被整本拷贝流出，认为 NCC 不止渎职，还有泄密。有没有泄密，就是请政风去调，因为我是觉得，所以你也认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泄密的状况，就是说我所了解是没有这种状况。移送给地检署查，一定会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是泄露的国家安全以外的机密等等这一些侦查里面的这些相关的资料，因为这是好当事人提出一个新的资料出来的。你是准备要用法律的侦防的公式来捍卫你的清白吗？那遇到这一件事情，我有请律师，那这个律师会给我一些专业的意见。NCC 的蒋方式也说明，假电视的相关检举案未照事实中复。
将基本的调查案有误件，也毋过发现其中有 NCC 无法度厘清的部分，所以移交司法调查事件。也有立委在问，有股东私底下未果，违反保留许可权的附带决议。除了这之外，也有中资等问题，要求 NCC 请金管会等单位协助彻查。进电视的大股东陈泰明，他的股份已经卖了，而且钱是从裴伟的账户汇给他的，你还是要查，否则 NCC 就是无能啊。如果有这种情况，我们当然一定会去查。有中资的议题，我们一定会请金管会查的。张耀祥强调 ，NCC 只会当行政调查，欢迎各界提供资料。另外，监视设备，若讲廉政署需要约谈，会全力配合。另外，对外界关注的两大电信合并案进度，有计上紧，伫3个月内有机会做出决议。记者综合报道。部分关市学校已经有提供查某学生卫生棉，立委刘世芳等人今仔提出临时的提案，要求教育部应该爱全面来推动。部长潘文忠是表示支持，嘛讲后学年开始，所有的学校跟教育部场馆都会免费来提供女性的卫生用品。台北、新北、台南、高雄、新竹、台中和宜兰等县市，拢来试办伫学校放免费的卫生棉，或者是提供生理卫生用品。民进党立委初三伫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临时提案，请教育部研议4个月内，伫全国各级学校和属于教育部场馆提供免费的卫生棉。如果各县市政府都有做，那有些县市政府没做，反而变成他们那些地方的女性就是女学生，就相对就是失去了这些权益。目前提供的情形无普遍，也无照顾到偏乡甲弱势家庭。希望是百姓预算前的临时提案，出席的朝野立委拢表达支持，而且也针对时程和严上代表的性别平等比例提出文字的修正。它也有符合所谓的性平比例不低于1/3的条件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的就是全面嘛吼。潘文忠表示，确实这个阶段爱拍拼推动，不过需要时间甲地方和学校来沟通。自此以新学年下个学年度开始，因为这个现在距离大概半年多了那我们做一个准备，这个要跟学校也做一个沟通。按照通过的提案，教育部会伫4个月内提出全国各级学校和属于教育部的场馆提供免费多元生理用品和相关教育的评估，佮有推动可能性的策略报告，上班会伫后学年度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已经小这2党的伊索比亚政府甲反抗军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伫初二签署永久停止敌对的行动协议。美国甲联合国拢表示讲乐观其成。在南非普利托利亚举行的这场签署仪式，伊索比亚政府甲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白纸黑字来甲可怕战争结束。过去2年，有数千人因为战争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陷入饥荒。The two parties in the Ethiopian conflict have formally agreed to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s well as to systematic, orderly, smooth, and coordinated disarmament. 在非洲联盟调停之下，双方对顶礼拜开始和谈，如今已经达成协议，速度真紧。一个非洲联盟的官员对这份协议讲，这是永久停止敌对的行动。根据联合声明，提格雷反抗军会来解除武装定性，来介入军政府。双边嘛同意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解除武装、动员解除、平反社会的诱项达成协议。The government on its part will take various proactive measures to nurture democracy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美国、联合国拢表示欢迎。事实上，这段和平的进程并无稳定。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伫个9月就捌表示讲愿意停火，不过10月的敌对行动又搁升悬。苏当时，联合国有警示结局当咧失控，呼吁都爱自首。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伫个初二签署协议的时阵承认，这段期间双方死伤惨重，包含百姓。为着无要搁再互人民痛苦，愿意让步来建立信任。We need to rebuild communitie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shattered as a result of such a bloody war that has continued for the last 2 years. 提格雷战争自2020年11月爆发，起因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甲伊索比亚总理阿比伊阿迈德关系出现重大的不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地有27年，伊阿迈德是其中的一个，常常听到武力镇压。在2018年担任总理了后，伊想要来化解族群的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不满政府真济作为，紧张的局势一直唱悬，包含军政府甲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死敌厄立垂亚因联手来拍，来引起内战。初二即天签署的协议，并无来说明地区冲突更较深的政治紧张，这个问题要安怎来处理？非洲联盟嘛提醒双方，伫这个时阵毋是结束，是和平进展的开始。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来看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资料统计显示，讲咱全台湾有36条的活动断层，7条是位伫台南市内哦。台南市政府嘛制定低中长期的营运方案，望讲若是真正发生灾害，会当来减少损失。因为咱会知吼，咱11点发生若再发生了大地震，咱希望咱这个里面吼，尽量莫等咱的厝内，等咱空旷的所在。市长透过广播模拟地震发生的情形，也变奏引导民众莫紧张。台南市有在洪丽里最近大动作办地震演练，因为洪丽里就伫咧口小里断层范围内，民众甲里长拢真重视。要紧张嘛，紧张无落来，到底是地嘛唔知啊。公所咱求有来啊。来再演练。对啊，因为大概知道，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发生了，就是自己也要到那个空旷的地方啊。其实这天然灾害，我们也不能说去阻挡说天然灾害不能过来了，我们只是说我们要去预防啊，如果准备说我们发生到那个灾难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应变？根据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资料统计，全台计共36条活动断层，有7条就伫咧台南市。市府为了要提升城市控灾量能，召开跨局跨处大规模地震灾害测评会议，以楼厝袂倒、性命确保、机能袂停3大核心来应应对策。既有的结构物的部分，它能够强化它的耐震以及它的结构，希望能够强化整个的生命的救灾的一个抢救持续，以及疏散避难。那我们的机能政府机关跟企业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它的整个的机能组织还是能够继续运作。除了说发生灾害之后才来开始修补啦，开始这个复原，那灾前的这个预防工作，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震的发生时机甲地点，到当也袂当事先预测，只会当先做好准备，办地震防灾演练，只要事先防范，就唔惊地震发生。希望透过准备甲演练，通大大减少灾害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落大雨甲东北季风影响，花莲吉安乡的离奇的稻场有真侪拍切，灾害范围是愈来愈大哦。农民表示讲，今年应该无通收成咯。这是专门种大径16号吉安美的永兴村，即马万东稻仔就要收成，不过煞有真侪稻仔随起掉，变作是白色或者是乌色。一个拍开检查，内底是空，这嘛是农民咧讲的拍切。像这些都没有骨子啊，你这样看进去，那黑黑的，就是像这个一样的，白色的就白掉了，没有白的就变黑的，像这个就是白掉了。农民表示，今年万东稻仔伫咧浪费的时阵，拄好当到10月中连续的大水雨，雨甲花粉强调，地区稻仔无法度调粉，因过拍切的情形，大部分都是发生伫咧早冬稻仔，伫咧万东稻仔发生实在是真罕见。之前的空包弹是要差不多1个星期10天过后，他才看得出24是空包弹，今年不一样，2天就出现这个状况了。吉安乡农会表示，目前初步估计400多公顷的稻仔有60多公顷受害，会协助农民争取稻仔保险的理赔。不过，吉安种的稻仔是属于较罕见的大径16号，抽验的方式恐惊得到理赔的机会无大。现在目前我们的农委会水推行的保险，它还是以所有的水稻都是同样的。可是它如果抽到192那种产量大的时候，要获得理赔的机会就不多。农会强调讲，为了因应极端的气候，目前敢会当辅导种稻仔的农民，伫播黄的时阵会当分配来播，分散八季的时期可能拄到极端的大水雨或者是透风，来减少受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政府推动再生能源，也毋过今仔早起有200外个台南7股的乡亲到总统府告行政院陈情，因不满讲即马7股有1/10的面积拢会做太阳能发电，已经影响到因的生活甲生态咯。因要求讲，这应该要有总量的管制。上百个台南7股乡亲吹沙透明就北来到总统府头前抗议，因为7股已经有10%的土地互供电帮占去啊。到我们总统府的这个凯道前面先来做这个诉求，可能会很辛苦。其实我感觉阮袂辛苦啦，阮袂辛苦，阮是心痛尔啦。阮非常的心痛。4当前，因嘛北到台北游行抗议，毋过到今状况都无改善。因讲本地7股生活、生态、生产的3成，即马因为供电帮拢破坏了了。供电去几片？乌面若买无得去，电帮开上去，生活品质全下去。 7股乡亲各位总统府头前行去行政院大门口，希望行政院爱管制7股供电的总量，袂使伫台61线西边搁设置供电帮，嘛爱成立中央电网的经济协调平台，互在地民众会当参与。所集中，建电建到乌白枪，新年中，大家要7股排路电。 7股乡亲伫行政院头前等喊仔卡抗议，嘛甲因的陈情书交予行政院，希望行政院听到因的声音。阮会对大家意见做好好来处理哈，因为即马有相关的部会哈，爱去协商，爱去处理哈，所以大家会凝聚一个共识，怎么样去处理哈，跟大家再进一步来报告哈，谢谢。 下晡的第二判议召开公听会，行政院表示会派部会的副乡长出席，不过乡亲无法度接受，呼吁行政院高层爱出来面对。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台南北门的电量宫有70多档的历史咯，也毋过庙漏水漏甲真严重，被拆掉来重启。新界新村出货到临时的行宫，佮专工请师傅哦来画3D 立体的壁画，就算是临时暗单，嘛是真用心的铺排。 台南市北门3寮湾电量宫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啊。宫方主神是电道元帅，离上尾一届翻修已经40多年啊。最近这几年因为壁壁损甲漏水的情形真严重，甲新庙请示了后，决定伫个原地所在重启。因若起新的庙的这段期间，会先甲新尊暂时请去庙边仔的临时行宫。建庙到即阵已经40出档啊。 吼啊，内部嘛拢规个拢旧啊，啊，佮一寡有会漏水啊，有破空的所在啊，所以讲伫信徒大会，遮逐个吼决议讲啊，要来拆除重建，吼啊，重建的这期间，阮拄啊找这个所在，吼啊，非常的适合。这间临时行宫虽然是互新民暂时住的，不过庙方也是真点定地处理。 因特别邀请在地彩绘头人詹进成，用3D 的手路来设计壁画，突破传统的刻板印象，展现无同气势。找这个临时行宫，当然找到遮是经过王爷跋杯了要到遮，啊到遮就是由咱彩绘大师啊，阮小弟吼，啊伊来画这个彩绘吼，你行到倒就对到，所以围绕遮画吼。庙宇是一个庄仔头信仰的中心，电量宫甲宗教、观光、甲艺术新的元素来结合。 展现出属于在地活力甲创意，嘛毋望有搁较侪人来遮行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社会高龄化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云林县政府甲嘉义的中正大学合作，办理全国头一间青年共生基地，要协助退休的劳工、少年人来转型创业，要来培训身心障碍者做食食品加工。咱做伙来了解。 头家倒发溜了，真紧就甲规盘的锅巴处理好，一粒香港国的锅巴便当随底好随烹出来。这是云林县创的全国第一间青年共生基地，除了要协助退休劳工找到新事业，嘛协助青年创业转型。真侪店头家拢讲，不管是店装潢也是生理销路，拢改善真多。因为我这个是餐车嘛，他就帮我做那个
规划摊位啦，然后帮我那个你像那个外观会升级这样子哦，提升，然后一些那个申请那个证明我们的安全卫生这样子，大约就是这样子啊，也是在慢慢的转型这样子啦。是国立中正大学在2021年接受云林县政府的委托，以零预算的方式进入到这边来经营。它这个主要就是辅导返乡回云林的年轻人。云林的青年共生基地，唔但要照顾少年的甲退休的，今年上届特别的是甲社会福利团体合作，开培训课、甲简单的农产证照、甲食品加工，帮助原来身心障碍者学专长，应对食老生活上的问题。那另外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结合了云林的一些组织，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人口老化，但是大家有想到吗？这些身心障碍的这些特殊的成人也在老化，我们也跟他连接，我们希望透过他们来学一些高龄社会因应的一些简单的食品的加工、食品的制作，然后呢可以来因应这个高龄社会。云林县的人口外流严重，佮加上囝生少甲高龄化影响，安怎调整心态来面对未来老化社会？顾全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福利，但变作是各界上该关心的议题。也望讲有各单位拍拼，互云林变作是一个对高龄者友善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嘉东高农一个餐饮科的学生潘世伟哦，伊除了真熬煮食，嘛定定伫国际标准舞的比赛得奖哦。伊讲希望将来当利用伊这两项专长，开一间有国标舞风格的餐厅。甲菜色切做无共型，摆伫盘顶悬装塔。一个查甫囡仔是屏东嘉东高农餐饮科学生潘世伟，伊伫学校表现真出色，老师该学了。而且潘世伟毋但对煮食真有兴趣，国标舞嘛跳甲真优秀，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也拢得奖。他是算真的是多才多艺啊，我也蛮欣慰说他能够呢对餐饮有兴趣，所以呢我希望他能够多元发展，好，然后呢未来好他可以呢有多重的选择，好可以发挥他的武艺好的方面，或者是说呢在餐饮的部分能够发挥他的强项或是他的专长。潘世伟强调讲，餐饮甲国标这两项拢是伊的兴趣，因为厝里的经济负担袂起。伊家己拍散工，拿学校的册钱，佮趁学费学跳舞。是国小看到妹妹在学，才喜欢上国标的。我想要继续坚持我的理想，继续学国标，学到以后，未来甚至更久。但是如果以后我继续当舞蹈老师的话，还可以投资像是餐饮类的餐厅，或者更多元的之类的项目。希望未来会当开一间有国标舞风格餐厅，或者是做一位舞蹈老师。另外，搁去投资餐饮嘛会使。潘世伟认为，只要有心拍拼实践，都有机会甲两个兴趣夹做伙，达成理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交通部统计，最近5档有超过4万的囡仔因为交通意外受伤还是死亡，其中超过13000外个是因为马路的光线无够发生意外。纺织研究所甲警官儿童基金会利用环保无毒夜光的布料，做出5000领夜光的架仔，望讲会当来减少意外。整件背心都是 MIT。将会反光的架仔穿的行到头前，这是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特别为囡仔所做的设计。纺织所甲警官基金会配合，用无毒而且无需要染色的荧光布料，做出适合小朋友穿的架仔，照顾因伫路面的安全。这件衣服的特点最大的是我们能够在小朋友在通勤的时候，它有非常高的被看见的程度，包括我们也看到这个反光条，包括整个织造，包括我们很可爱图案的转印，全部都是 MIT。那除此之外，我们选择的材料全部都是安全无毒。根据交通部的统计，最近5档有超过4万的囡仔因为交通意外受伤也是死亡，其中更有超过12000个是伫路面，因为光线无清楚才会发生意外。警官文教基金会表示，除了让囡仔知影交通安全的资讯，出国的清查嘛会当加一寡心思，帮助囡仔防看见。在都市的孩子呢，几乎我们看到伤亡的时间点是4点到8点。那如果有他穿上比较亮色系的衣服的话，那相对的，事实上在行走的时候，车辆都可以看得到他。穿一领轻便的架仔，伫路面咧行的时阵，就会当互人看会清，减少真侪意外的发生。记者麦尚英丹保罗台北报道。
来看新地林管处甲中兴大学合作开发一套新质能源循环系统，设立苗栗的南庄哦，会甲一寡树仔废料烧做新木炭，这款新木炭卖当用来改善土质。规大片的人造树林看起来真壮观。新竹林管处逐年拢会撤掉国有树林无必要的树仔，面积有到150公顷。即寡互人撤落来的树仔、树叶、树尾，以往拢互人当作是废弃物，即马嘛真做会当兼顾经济甲环境的青色金啊。那它伐采下来，大约会有30%左右的林业剩余的资材可以去做运用。那当然，后面转化的过程里面，究竟可以产生出多少的一些热能？后续的试验研究过程里面，那看看它的实际的效益。新竹林管处表示，即寡废弃物以往拢是就地回归自然，毋但爱经过真长的时间，嘛对刷落来要做拿带来空间甲人力的负担。即嘛透过建立伫咧南庄的生态炭回炉系统，将即寡材料用热转换的方式，变做无共性质的生态炭，会当来改善土脉酸碱度，也个提升保水性甲通气性。就有这个调试这个土壤的这个功效，让植物长得更好。那起码在整个放进去的结果的话，可以增加你植物的生长的产量大概5%。学者指出，目前全国回收农业村的材料，当年大约有65万吨，除了其中的3成会当转换做生物炭。另外，卖当做热能，也是生殖燃料等等的用途。透过这个全国第一个商业化示范点，除了加强生物炭的技术开发，嘛协助农民甲业者来处理村的材料。希望未来当年回收甲处理的数量会当提升到100万吨，达成农业的循环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部分的香菇拢是种植太空包哦。伫比利时有农民甲过期的芳甲接酒的麦仔挖出腐哦，摕来种香菇。种出香菇哦，毋但品质真好，嘛真环保。工人杀过来一车已经拢过期，袂用个，搁互人食的芳。这个芳原本拢是要单掉的，但是经过处理了后，却会当变做真有路用的物件。这是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间专门生产香菇甲其他菇类的小型公司。这间公司上特别的所在，就是因所生产的菇类，拢是利用已经过期的芳，还佫有结酒的过程中留落来一寡沙仔。这个原本拢是粪扫会防单掉的物件，用来当做生产菇类的材料。想袂到种出来的菇竟然是又佫水又佫大蕊，看起来就足好食的。公司创办人迪克勒克讲，伊当初是因为读到一本有关循环经济的册，才开始想要家己来试看卖。循环经济就是将一寡原本要单掉的物件重新利用，或者物件会当搁再进入市场，创造其他的经济价值。迪克勒克伫2014年创办这间公司的时阵，本来想要学册内面所写的，用煮咖啡了后的咖啡沙仔来种香菇。毋过，伊发现伊想要种的香菇的品种无适合用咖啡沙仔来种。经过足侪摆试验了后，才找到适合的材料。伊即马甲当地饭店、大卖场，还佫有一间生产米露的公司合作，每年会当回收18公吨无害的芳，佫有5公吨吉麦仔酒留落来的沙仔。把这物件加做粉了后，用来浸菇。Et puis il y a une vis dans le mélanger, tu vas broyer le pain pour le rendre en poudre en fait. Et après ça, j'ai d'autres composants que je vais ajouter dessus pour pouvoir faire le mélange complet en fait. 真侪人会好奇讲，无共口味的芳种出来菇，食起来敢会无共？头家讲，其实是无虾米影响的。Ça va par contre influer sur la quantité de champignons qu'on va avoir sur le substrat ou la qualité. Mais pas tellement le goût. 目前，这间公司总共有生产7种无共品种的菇类，每礼拜生产8公吨到10公吨的菇。毋但实现循环经济的目标，嘛变做比利时政府鼓励生产在地化一个成功的案例。记者感恩编译。有人会用金鱼脑来形容无头前，还是记忆歹哦？也毋过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是发现讲，金鱼毋但有记忆，有法度会当来分辨识字，感受4khu以外的环境，比咱想的巧真侪。真侪人拢讲，金鱼若开3秒钟自鱼光这边烧到另外一边，就袂记拄仔做过什么代志，也定定用金鱼脑来讲迄寡无头前的人。也毋过专家讲，可能毋是安尼。I have no idea where does this story come from, but what we can say is it is wrong.
They are much cleverer than what we think. They can learn how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colors. They have numerical abilities. 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史博训练狗只金鱼，互因沿着70公分的长形水边仔游，两边有2公分宽的乌白条纹。若游到设定的距离，就下手叫因回头哥游转来起点。若游大就点心通食。训练几个月了，金鱼唔免等你下手，到位了就家己回头。若是甲两边条纹的让旁弄较歪，金鱼也甲游的距离缩短，表示因有家己对空间的理解。No, so they were not exactly counting, but they use this change of contrast in their environment to estimate if they've traveled far or close. 实验发现，金鱼唔是用时间，是用目睭来看，将环境中图形的变化来算距离。科学家家叫做光流。牛津大学狗只接受过训练的金鱼内面，也唔是全部拢有法度做到安尼生。有一条叫做巴布的金鱼，就无法度特别拢精准的游出70公分。研究另外讲，这就敢若有人方向感无好，定定找无路，行唔着路。这项研究已经发表伫咧国际期刊《皇家学会报告生物科学版》。接落来进一步研究金鱼是毋是有法度甲人或者是其他的哺乳动物同款，伫大脑内面有网格概念加定位细胞，帮助导航找路。来了解这项功能是当时伫咧大脑导火内面演化出来。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